嘅里程碑啊，咁所以都再次恭喜佢。係啊，個紀錄咧就梁其浩嘅喎，十梁其浩而家都係英國啦，係啊，移民咗去英國啦。咁啊07年嘅到依家，真係誇張啊！好長時間。第3線係女中韓，第4線係印度、阿聯酋，跟住卡塔爾、泰國同埋斯里蘭卡。而我哋國家隊嘅運動員咧，葉偉欽咧就第9線嘅。咁睇翻咧就都好平均啊，都係46秒幾啊！見到比較突出少少咧，阿聯酋嘅嗰位選手啊，阿杜拉罕啊，佢就45秒58啊做出。近年嚟講咧，香港隊嘅400米咧都進步好大，好多選手可以跑50秒內。而家漸漸地咧就47嘅大關都破埋啦。睇翻呢場賽事咧就冇中國香港嘅選手，咁留意咧都係中間嘅線道運動員啦，因為中間嘅線道咧就相對好跑啲嘅。可以睇到外線嘅運動員嚟追，但係太急防守住外線啊！太急追咧就會散，自己走散自己咧都要睇睇佢哋跑嘅節奏啦。咁啊紅色衫就係卡塔爾啦，好易認嘅啫。咁喺埋邊線咧就哇好快喎，阿聯酋已經2步過咗上去喎，佢唔過住跟住佢先。睇嚟咧就都好輕鬆下，兩個一齊拍住上咧就追過咗外邊嘅泰國隊嘅選手啦，第7線嘅運動員。而國家隊嘅葉偉欽咧喺第9線就好快俾人過咗喎，可能會唔會太慢，後邊再追翻上去咧？再睇啦，入直路依個真係超班喎，個45手係假喎。去到臨尾嗰個 form keep 得好好，但係見到其他選手咧好大步啊，真係都 keep 住算㗎啦，大家知道入場入決賽冇問題啊，頭3都入嘅。收地步都45秒33，非常之厲害真係。PB 啊，齊。唔怪阿德教練話要45秒先入到決賽啦，真係日本嗰度。咁而家即係頭2名收住步都45啊。反而咧就爭嗰個另外一個大 Q 嘅位咧，就睇下你國家隊嘅葉偉欽可唔可以追到上去先，喺外線。呢兩個就睇住跑啦，應該仲有少少喺手嘅。係啊。葉偉欽睇壓線，可唔可以壓埋落去？哎呀，爭啲啊！但係呢組快組咧，相信細 Q 都有得入㗎啦。應該都會扯快咗，即係應該都有入去都係爭。時間係啊，阿聯酋選手45秒32，卡塔爾45秒37，斯里蘭卡46秒46，中國選手葉偉欽好快組嘛。係啊，咁算都應該入到決賽。咁啊，啱啱呢兩位卡塔爾同阿聯酋選手亦都係破咗自己嘅 PB 啊，所以都恭喜佢哋喺呢一場嘅亞洲青少年 U20田徑錦標賽度係突破到自己嘅佳績啦。咁亦都係可以希望聽日嘅決賽再做一個好啲嘅成績。咁有多一日休息咧，嗰個翻去酒店恢復一下，恢復又爭好遠喎。瞓個覺。